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13，马太福音5章6节安尼讲：枵喙焦、心无义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饱。三角来祈祷，爱愿亲像枵喙焦的人来心无义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至悬、至圣、至大的全能上帝。你是阮活命的水泉，你是阮生命的美娘，你是阮逐时逐刻的倚靠甲帮赞。主啊，愿羡慕你的救恩，渴慕你的话语。依爱你的诫命，遵探你的旨意。主啊，愿要一生尊你最大。主啊，愿来到你的面前，拍开阮的心，求你将较无你公义的心赏赐阮，互阮无追求世界的虚荣，专心爱慕你的道路，较无行伫你的真理中间。主啊，阮若是枵喙焦、心无你的义，就要有福气，因为阮的心灵的确要得到饱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